你可以揀下你想要咩色啦，因為而家 organic color 已經去到可以好淺色。咁佢所有都係歐洲種植嘅，有晒認證。我好中意organic color 咧，因為佢搽嘅時候咧唔會有好刺鼻嘅氣味啦，跟住同埋又唔會揦到個頭皮咧，所以覺得個感覺都係好舒服。咁而家做緊呢個咧，就係我哋嘅日本植物嘅養護草啦，叫做2合1。咁佢咧同一時間咧去解決9大嘅頭皮問題啦，包括頭皮屑、敏感、油、脫髮、阻塞、毛孔養翻個毛囊啦，最重要係同埋佢會令到毛囊咧去萎縮個毛囊變翻正常嘅。咁另外就係佢有殺菌嘅能力啦，咁令到嗰啲微生物分泌物咧都可以清除。咁另外2合1嘅原因係因為佢個頭髮咧都會做咗 treatment嘅，咁令到頭髮咧係有翻蛋白強韌嘅感覺。